3个架全部起出待命，各项数据正常。接应支撑。是。吕胜，你小子！报告营长，我们已经做好了发射前的准备，并且成功的绕开了蓝军的嫡系和袭扰。相信我，这个选择不会错的。卫星，还有1分钟后进入盲区，30秒，火力支援传输，足够了。你怎么能确定抽电是你们连？营长，还有40秒。行，完了再跟你算账。与指挥部参数对接，准备传输火力支援。头，找到了，果然在备用阵地。全部拿下。妥妥的。准备使用超频通话，马上第1轮电磁干扰开始。走。1号架注意，1号架注意，火力支援传输完之后，立刻进入发射流程。90秒钟之内，把导弹给我打出去。连长，数据传输终止，应该是遭到了蓝军的电磁干扰。老套路，启用备用数据传输舱。是。报告，传输进入卡顿，加大功率。对。保佑，走。报告，传输恢复正常。好。别动。都别动啊！别动！下车。报告，传输完毕，出车。走。远程电源接通完毕，准备发射。2、1，点火。行了，啊，差不多得了。再等会儿。导弹还没击中目标呢。月出代抛。李连长，我说的目标不是你们要达的目标，是我们要达的目标。怎么？你们不知道任务啊？行，行啊，哎，我呢，就算你们蓝军小分队啊，成功的偷袭了我们，可是没必要吧？帮我们把目标打中了，这么羞辱我们。你们这次的任务呢是击中 A， 而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抢占发射车击中 B， 懂了吗？不要！老吕脾气还那么火爆。行啊，朱武辉，你等着，我早晚给你一个楚炮加一个电炮。不动，老师。
李连长。哟，战任连长，有何指教啊？别那样，干嘛呢？说话怎么阴阳怪气了？没阴阳怪气儿啊！啊，你说刚才会上争取发射机会的事儿，怎么着？战任连不想执行了？行啊，交给我们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谁告诉你我们战士连不想执行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是看不上你说话阴阳怪气的模样。当旅长的面啊，你他妈不给我们其他连机会，把好事都让给战士连。我就想问问你，你这么说话还把我当不当战友啊？你这话说的，我怎么不把你当战友了？我就是把你当成我最亲密的战友，所以才会比学赶帮超。你们肯定没戏，比学赶帮超那比的是实力，你们行吗？李连长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就得跟你好好掰扯掰扯。不，掰扯啥呀？我就想问你一句啊，服不服？我服什么呀？你以为我真不敢说啊？旅长站这儿，我也还是这些话。旅长他偏心，凭什么每次好的机会都给你们战任连？我们连不比你们差，对不对？我不跟你说那些没有用的啊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服还是不服？我告诉你，我服还是不服？我也不会跟你动手的。我知道你是一个能动手不动嘴的人，我明白，这些连长都不是旅长亲自带的兵，只有你，是旅长一手带大提拔起来的。旅长给你什么好的机会，我们都理解，但是，你不能不允许我们争取一下吧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连长啊，就凭你说话这酸劲儿啊，咱俩今天还真给好好的切磋切磋。哎，我跟你切磋不着，这是连跟连之间的事儿，有能耐呀，训练场见。对了，你们是单独的训练场，不跟我们一起。别扯那没用的，我可以把车开过来。哎，你说的，我等着你。哟，行啊，捉五魁，你在这儿等着我呢，是不是？咋的？真想捉个五魁，等着自摸呢？啊！告诉你，你这把牌啊，没那么顺利能赢。我手里这也是清一色门清加自摸，想赢我没那么容易。啊！训练场上见。打麻将你不好使，有能耐斗地主，斗地主我也了4个。同志们，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是导弹车吊装转运练习。咱们今天啊，换一个地方好好训练。1、2、1、1、2、1、1、2、3、走。1、2、3、走。1、2、1、1、2、1。踏步。老话讲得好啊，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。咱们火箭军争的是什么？争的就是一枚弹。战刃连是270旅的精连，对不对？对。战刃连是270旅的尖刀连，是不是？是。所以百发百中的发射任务必须是我们的。同志们，历史已经写好了，就看我们什么时候走进去。因此，我们每一个科目必须要做到最好。每一个数据必须要做到精确。有些连队说了，说旅长为什么就偏爱我们战刃连呢？那是因为我们战刃连足够的优秀，哪有老师不喜欢优秀的学生啊？对不对？对。我也说2句。有些连队啊，看起来挺厉害的，其实啊，不比我们优秀。要我看来，他们就是获得了一些更好的机会而已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要我说，这一次第100枚导弹的发射任务，必须由我们1连来完成。我们要用我们精湛的技艺、顽强的斗志，还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，完成这次百发百中的任务。我们的口号是百发百中，舍我其谁？来，咱们也喊口号来，万里求一，我们第一！万里求一，我
老艾，忙着呢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要告诉我，这几个连队现在都已经杠上了？我刚才经过训练场啊，看到的是一场明争暗斗的 PK， 这2个连队算是卯上劲了。钟武奎呢，发誓要把这次发射的机会拿到手，可吕征当仁不让。那就好，我呀，就怕他们不争。你啊，诚心的。哎，跟我说实话，这次发射机会到底给谁想好了吗？郑文，我跟你我还来虚的吗？谁上我还真的没有想好。咱们270旅的颜面是要交给1连，还是战刃连，还是其他连队？一切都要把稳妥放在第一位。你说对吗？对，稳妥第一。内天，左转，右转，向右快前，向前跟，后手就位，后手就位，停，停，后对，后手对。快点，速度快点！再快！看清楚了，20分15秒。俗话说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哎，你们2个人是咱们战士连脑袋瓜子最聪明的了。今天把2位叫来，就是让你们帮我好好的合计合计，怎么样才能把这第100枚导弹的发射权争取到咱们战士连的手上。连长，您不是一直相信旅长会把这次发射任务交给我们战士连吗？这个
旅长现在这脑袋瓜子里呀，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我还真猜不着。他很容易这个脑袋瓜子一热，这一拍脑门子就想那么一个主意。你想一想啊，1连到8连，几十个发射单位，那这么多人都在他耳根子前面输，我怕他耳根子一软，很容易把这个发射权就给其他连队了。连长，我觉着吧，只要我们公平竞争，完成好训练，这个100发100中的任务啊，肯定是咱们战士连的。我找你干嘛来了？啊？我让你在这给我标口号呢。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我让你过来给我想主意来了，你心是不是没放在这儿啊？啊，也是，你小子心就是没放在这儿。你呢是打算复员之后啊，离开部队回到大学当大学生去了。你压根就不想当一个火箭军。连长，你怎么这么小心眼？我没有说我要回学校啊。反正连长，不管去还是留，我夏卓不管是一名战士还是一名学生，我都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这是我的真心话。行了啊！我呀没有时间跟你讨论你的去留问题。现在啊，我脑子里面现在就想着怎么能把这发射权争取到咱们连队的事儿啊。小伟啊，我认为你脑子不比某些人差，你帮我想想主意。报告。本来就不差。哎，那行，来，你呢，帮我好好想一想，怎么能开开心心的让旅长把这发射权呢给咱们战士连，还能让1连到8连全部把嘴都给我闭上。连长，如果让他们都把嘴闭上，不太可能。如果这次发射的机会给到我们，那么其他8个连心里多少都会有不平衡。但不管是他们写大字报也好，写宣言也罢，再或者是拉着横幅鼓舞士气，只要这个时候我们战士连能有一封血书，一封用鲜血写的请战书，就一定会感动旅长和政委的。这就是我的想法。写血书？不是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有必要写血书吗？那这让谁写血书啊？报告连长，只要组织有需要，那就我来写。不，那个，你先坐下啊，小欧阳。不，这个等我需要让你写的时候你再说，好吧？啊。哎，是你别往那边瞅，我让你过来出主意的，你真一言不发是吧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天下午咱们什么事都不干，就好好的研究研究，怎么能让第100枚导弹的发射权归到咱们战士连。是，开始吧，啊！及时到，放血，不是刺血。这个欧壮士，开始吧。开始吧，来吧，加油！来，哎，快，时间，注意时间啊！欧壮士，你刺啊！这个真不是我怕疼啊，这也不是我胆小。你说我们以前这个训练的时候流血，这不家常便饭的事儿吗？对吧？但是这种事儿我第一次干啊，我以前没干过呀。再说你们也不能只是我一个人放吧，对吧？
哎呀，你的意思不就是古人歃血为盟？哎，我们放学写书嘛。对呀，这咱们战刃连集体写的写书，你这要让我一个人放，那一会儿给我收尸得了呗。王元军，你出这馊主意，一开始就是个错误的决定。哎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刺血写书？哎，我说出去让人笑话。易子梦同志啊，我觉得你说的不太对。我觉得欧阳俊的行为啊是壮士的行为，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。你看，我就没有这个勇气。欧阳，你先打个样，写给我们先看一看，后边我们挨个放血，顺着你后边写不就行了吗？你一次性放那么多血，一会儿就凝成血豆腐了，彻底写不了了。夏主任，你能不能少废话？你一直憋着什么坏，我不知道吗？从我出这个主意开始，你就一直憋着笑的吧？你笑吧。我可没憋着坏啊，这可是给我们战刃连争光的好机会。我就是怕疼，我要是不怕疼的话，放个1斤2斤完全没问题，那都不用钢笔写，用毛笔写都行。不过这次写血书的行动呢，我就不亲自参加了。哎，别说了，咱赶紧的吧啊！吉时快过去了，来撕起来，这一个，欧壮士，这个，哎，来一个，这儿我没法弄，我自己写去。别走了，哎，欧阳，欧，走了吧？哎，连帮，你以后能不能别煽动这种封建迷信活动啊？什么叫煽动封建迷信活动啊？这叫做仪式感，他自己说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好了，成水墙王者了。哎。你帮我带这儿来，几个意思啊？那天我看你给林阳帮打针，我看到你手艺了，你的手艺啊，比你们卫生队所有的小护士加起来的手艺都要强，所以我就希望你能帮个忙，抽个鸡血行吗？你要鸡血干嘛？是这样啊，我们连呢要写一封血书，可是这个供血不足，所以就想用鸡血来代替人血。没事，帮你把风，你就尽管抽，抽。希望其他同志在以后的训练当中向这2位同志学习，再接再厉。向右传，左后转弯，起步走。搞定了啊，很热乎的，谢谢你啊！只要等我们拿到这个发射的机会，你想让我怎么感谢你，我就怎么感谢你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那当然了，君子一言，4季难追。
新书，请把第100枚导弹的发射给战刃连。写书啊，这哪儿啊？哎，这什么呀？真的假的？要走看看，你看看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新书啊！哎呦，假的吧？啊？你看，哎呦，好像是真的。啊，这谁写的啊？谁写的？谁写的？你知道吗？哎，他写的，哎，他写的，哎呦，他写的，佩服，谢谢，厉害啊，厉害，真佩服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连长好。连长，这是你写的？对，是我写的。厉害呀！在哪儿找的鸡？放这么多血？连长，这血书是我写的，也是用我自己的血写的，哪来的鸡啊？年轻人别这么好面子，鸡血就是鸡血，有什么不能承认的？就是有什么不能承认？连长，咱们2个连之间的竞争一定会有个结果的。您可以瞧不起战刃连，但您绝对不能瞧不起战刃连战士们的意志。哟，照你这么说，我得替你们连长表扬你了。你用你的血替你们战刃连写了封血书，贴在这儿，彰显你们的斗志，是不是？那倒不用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，早晚会一决高下的。连长，你个新兵，嘴还挺厉害。你怎么证明这封血书是用你的血写的？用这把刀、这支笔，还有我的手，就能证明。你这个手，万一是训练的时候弄伤的，卫生队的哪个小护士给你包的，这就太业余了吧？上药呢吗？别发炎了。领导，虽然我是个兵，但我还要跟您说一句，您真的没必要这么侮辱我们战刃连。我欧阳军用人格担保，绝对没用鸡血。没用鸡血？对。你们连有个叫夏卓的，你认识吗？认识。你去跟他聊聊，他刚才也弄了一瓶子鸡血，没准也想写一封，万一跟你的血重了，你说多尴尬？真的假的？鸡血从哪拿来的？看，拍一张。这么多血，这回好了啊！血书没写成，晚上有血豆吃了。别废话了，大家赶紧想一想，这血书是写不成的，咱们必须得写一封荡气回肠的请战书。那是这封请战书，无论从文字、语言、措辞方面，都必须比一连的要强。哎呀，这还不简单吗？啊，一连的写的是叫请战书吗？啊，那整个写了也请假条嘛。咱们已经不战而胜了。站住！你又干什么了？你是不是背着我去动鸡血去了？啊？你怎么知道这是鸡血啊？夏卓，你真是我的天敌！你为什么每次让我在干点什么事儿的时候，你总要搅和我呢？怎么了？你也去偷鸡血了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鼓起勇气了，我割了个口子，写了血书，刚刚贴在宣传栏上，一连长就来了，后面的不用我说了吧？啊？不是，刚刚让你放血的时候你不放，你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单独放呢？对呀，提前说一声不就好吗？你的血时尚也都过了。你们不管我什么时候写的，我现在都没有办法证明这血书是用我自己的血写的了。一连长认定这就是你用鸡血写的血书，我能怎么办？这个事情也不能怪我呀！啊，谁让你平时不参加集体活动的？
你要是事先跟大家商量商量，也不会把事情闹得这么尴尬。商量，然后我们还能给你出出主意呢，是吧？是，行，大哥们，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好吗？你们下次在搞这些奇思妙想的时候，拜托通知我一声好吗？就通知我一声，行吗？完了，哎，每次都搞成这样，这不也你自己说的吗？完了，这彻底完了。现在是真不知道这是真血还是鸡血。报告，进来。朱连长，你怎么跑我们医连来了？不用训练啊？连长，今天有些事儿咱们必须说清楚。什么事啊？是晚上要一起吃血豆腐的事吗？不用了，不吃鸡血。您可以质疑我，但您绝对不能侮辱我。您当着所有的人的面说我的血书是用鸡血写的，您如果能证明它是用鸡血写的，那好，我欧阳俊什么惩罚都认。如果您不能证明，那您给我一个说法。我就说嘛，你们战士连的兵就是一帮被惯坏的孩子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撒野的地方？我不是来撒野的，我是来讨个说法的。周连长，您必须向所有人证明，那血书不是用鸡血写的。欧阳俊，你没完了是吗？懂不懂规矩？现在是正常的操课期间，所有人都在训练，我哪有时间跟你证明这是鸡血还是人血？还有，我不管是鸡血还是人血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不聊了。出去。那不行，您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蒙冤，您是一个领导，也是连长，所以您必须给我一个解释，要不然，今天我就不走了。话。那你怎么证明那封血书是用你的血写的？化验，用最科学的方式证明我没有撒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就算我相信那封血书真的是用你的血写，但是对于一个有前科的人来说，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。连长，您这话我没听明白。欧阳俊，我知道你那点小心思，你想替你们战人连来拔创，来当出头鸟。别说这封信是用你的血写的，就是用你们全体战人连的血写的，我都不可以信任你。知道为什么？一个连军装军衔都敢造假的人，我凭什么相信他？臭小子，我就让你掉下去！哎，你感谢我买这东西，否则此时此刻他就是你。我一顿土炮加电炮，我让你直接消失。连长，你怎么这么喜怒无常呢？之前都还好好的，怎么现在又是土炮加电炮了？写血书是吧？啊，什么年代了，还要写血书？我同意你们写血书了吗？现在全旅专家都知道了。你们以为百发百中的发射任务就是写一封血书就能下来的吗？写血书就算了，有本事你们真用人写血呀！你竟然给我去偷一只鸡！连长，您都知道了，全连都知道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刚才司务长找我了，让我赔鸡钱。夏卓，这只鸡钱就从你金钱里面扣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意见。这个鸡血确实是我带着严义兵去抽的。我这么跟你讲，百发百中的发射任务，就算是落到咱们战士连，发射号手也不会是你，明白吗？知道为什么吗？
因为你准备复员，你不想在部队里干，你想回到大学，我凭什么培养你啊？连长，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呢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那是跟校长客气吗？连长，我也说句心里话，不管这个发射号手是谁，对我来说都不重要。最重要的事情是，这次百发百中的机会必须是咱们战士连的。连长，还有一件事情，这封血书确实是欧阳军用自己的血写的，可是因为这个鸡血的事情，好像让卓连长误会了。卓连长还当着所有战士的面举了欧阳军。连长，您看，你能不能跟卓连长把这件事情说清楚？卓武回当着所有战士的面举欧阳军了？啊！卓武回。小辉子，哎呦，这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哎，红茶、绿茶、铁观音，喝点啥？我呀，给我整点绿茶吧。没有。那整点红茶？好像也没有。逗我玩呢？哪儿能呢？毛尖行不行？哎，行行行，我不喝了。我呀，跟你说点正事儿啊。你今天是不是当着外人的面怂恿你们连的兵了？这可就有意思了啊！恶人先告状，就你连那些新兵，要写一封血书，偷了连里的鸡，抽了鸡血，写了一封血书，贴在了连队的宣传栏里，还扬言是自己的血写的。你说你这兵怎么管呢？能不能干点正事？哎，行，我呀也不跟你做那么多解释啊。这事儿要是换做我们连的下卓呢，有可能，但是欧阳军我比较了解的，欧阳军绝对没有这个可能。哎，这事还真就巧了。那万一有可能呢？老吕，距离发射的日子啊越来越近了。大家都在忙着训练，咱俩别因为那些新兵之间的鸡毛蒜皮小事在这纠结了，好吗？我呢也挺忙的，你要没什么事啊，出去帮我把门关上，啊。我呢现在正在做训练计划，万一被你看见了，你说咋办？不是你啥意思啊？我大老远跑来，低声下气的跟你商量这件事儿，你对我就这态度啊？好，那这样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连队的兵，我关起门来，我怎么说、怎么骂、怎么凶都行，别人不好使，你不行，全旅上下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资格可以凶我的兵。越说你胖还越喘，你跟谁说话比比划划呢？护什么犊子啊？我护犊子咋的了？那不是你说的啊！我们连队的兵那就是被宠坏的孩子。对，你们连队的兵就是被宠坏的孩子，是谁要误，自以为是。我不跟你说这些没用的。我今天来就让告诉你，你跟我们连队的欧阳俊道个歉啊，还他一个清白，这事拉倒。吕征，我没听错吧？你们连队是不是训练任务太轻了，吃饱了撑的跑我这儿来了啊？没事干呐？信不信我现在给旅长打电话？打来，马上打电话来，谁不打谁王八蛋！打，来，吕征，咱俩认识这么久了，是文斗武斗，我都随你。但是，如果说今天我看见他们偷了鸡血，还非得说那封血书是人血写的，那咱俩有一个是瞎了。这事儿啊，我再好好的跟你解释一下。我们连队欧阳俊放在宣传栏里的血书肯定是人血。我作为他的连长，我给他做担保，我给他做保证。这事儿下来，我也批评他了，用这种方式不对。啊，和平的年代没有必要用这么激进的方式来表达决心。我们连队啊，跟普通的连队、跟其他连队不一样，是有区别的。你们连队不是普通连队，那我们连队就是普通连队了。我告诉你，吕征，听清楚了，也记住了，
你们连之前获得的立功机会跟那些荣誉，是因为好的机会都给了你们连。如果把那些机会给我们的话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啥意思啊？你跟我说这个，是想跟我抬杠是吧？好，你要抬杠，我好好跟你抬啊。我们战人连成立才几天，成立这么点天数的战人连取得的成绩、受到的嘉奖放在桌面上，有哪个连队敢跟我们比一比？我们战人连那就是2七旅的精英连、劲斗连、王牌连队，我到哪去都敢抬起胸脯跟任何人说这个话。行，消消气儿，消气儿，别跟我争了。哎呀，争来争去呢，也争不出来个结果。咱俩别因为什么鸡血人血的事儿较劲了。